好，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再一次嘅低頭祈禱。真係天父，我哋感謝你，你帶領我哋一齊嚟到研讀呢個嘅彌迦書。願神你繼續俾我哋智慧，俾我哋聰明，亦都讓我哋有聖靈嘅感動，有明白力嘅說話。去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好，咁我哋咧好快嚟到呢個嘅第二課。咁我哋亦都會睇到彌迦書裏邊嘅第二章嘅聖經。喺章聖經裏邊咧，我俾咗個主題，佢叫拒絕掠奪人生，跟隨最強嘅破局者。因為喺呢卷書裏邊咧，其實佢講到第8世紀嘅時候嘅猶大國，佢哋當時嗰個嘅社會倫理，呢個嘅經濟嘅危機，同埋佢哋面對咁嘅問題，佢哋嘅回應係點咧？咁樣樣，你發到喺呢個第8世紀嘅時候咧，佢哋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巨變。喺個時間裏邊咧，亞述帝國係啱啱係擴張起嚟嘅時期，而當時嘅猶大咧係約坦、亞哈斯同希西家統治。咁而且咧，你發覺到喺段時間，佢哋兩個嘅社會裏邊亦都有好多嘅轉型，亦都好多嘅唔同。而最大嘅轉變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哋原先咧就係一個農業嘅國家，係以耕種為主。因為耕種佢哋亦都能夠自供自給嘅。但喺個咁嘅情況裏邊咧，佢係轉型到一個國際貿易同埋一個物流嗰個嘅運輸經濟嘅轉變或者交易嗰方面作為一個重點。咁即是話，佢哋基本上咧有一個咁嘅自由嘅自足、自給自足嘅農業社會，去轉變成一個市場經濟嘅社會，就導致咗喺個嘅社會裏邊咧，啲財政啊、物資啊或者等等咧，都高度集中喺一啲嘅城市，就好似我哋嘅今日係會將所有嘅經濟資源啊、社會嘅資源啊，會集中喺啲大嘅城市裏邊一樣。當時亦都同樣。所以喺個情況裏邊，好多以前有個土地嘅種植，而家就唔係啦。佢哋慢慢係吞併咗啲土地啦。所以你發覺呢個轉變裏邊咧，係一個經濟快速嘅轉變嚟嘅。慢慢嗰啲統治階層亦都精英化啦。呢個階層統層裏邊精英化裏邊咧，就會慢慢壟斷咗成個嘅經濟體系，以至到傳統嘅生存嘅方法、傳統嗰種嘅運作唔再做啦。而家講緊就係邊個人有錢，邊個有權勢，邊個有能力，佢就可以掌管到呢啲嘅嘢。所以呢啲咁嘅資源，慢慢就俾呢啲嘅財主、有財勢嘅、有呢個嘅政治能力嘅、權柄嘅，就慢慢吞併晒啦。所以呢個咁嘅慢慢情理咁嘅情況咧，農民嘅階層變成為咗農奴啦，或者附屬啦。即係你發覺而家亦都同樣嘅就係喺耕種嘅人咧，基本上佢哋過嘅生活越嚟越差，就因為喺上層社會裏邊，佢哋剝削或者係爭取嗰個嘅法律嘅漏洞，而使用你嘅權力去爭取晒所有嘅利益。所以嚟到呢樹嘅時候咧，彌迦書就開始講緊一個咧，呢個彌迦嘅人物。上次我哋講咗彌迦咧，就係一個講誰像耶和華。喺開初嘅時候講緊神係一個審判者，到第一章尾嘅時候講神係有充滿憐憫恩惠嘅。而且你發覺彌迦個人咧，喺呢個嘅耶路撒冷西南邊25英里嘅農村摩利設呢個地方生活，咁即係係一個農民嚟㗎，喺一個農間嘅地方裏邊係貧苦嘅。佢親眼睇到呢個社會裏邊好多唔公平、好多唔公義、好多唔應該嘅嘢，所以佢就喺本書裏邊寫咗好多耶路撒冷、撒瑪利亞嘅政治啦、宗教啦、經濟上邊嗰啲好唔啱嘅地方，佢發出咗好嚴厲嘅批評。佢因為違背咗聖經裏邊所講嘅原則，佢認為呢個係一個病態嘅社會嚟嘅。所以我哋嘗試就睇呢個嘅第二章1至13節嘅時候，佢一開始就俾我哋睇到，而家階層裏邊嗰啲做官嘅，嗰啲有錢財權勢嘅，慢慢喺度謀略緊點貪婪，點樣掠奪到更多嘅財錢。喺第1至到第5節裏邊咁講，跟住去到第6到第11節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就講一個真假先知、統治者同埋對弱勢群體嗰個剝削宗教嗰種虛假性，
我哋麻醉緊喺我哋自己本身嗰種嘅享受，我哋再唔理其他被剝削嘅人群。呢個就係去到第六章第二章第6至第11節。咁喺咁嘅社會裏邊，低層嘅人永遠都冇盼望，高層嘅人永遠都係得佢哋嘅享受。所以喺咁嘅審判之下咧，彌迦作為一個開路者、彌賽亞嘅引導者嘅時候，佢講緊我哋嘅盼望係咩咧？個生活有咩意思咧？咁樣樣，所以我哋就嘗試從咁嘅角度嚟睇彌迦書。佢一開始嘅時候喺第2章1到5節，佢就俾咗第一方面嘅引言大家，佢話唔好再玩火啦，咁樣掠奪，雖然你話合法，但係咁樣嘅情況，亦都引嚟更大嘅禍患。去睇呢個嘅第2章1至2節，第2章1至2節就咁講嘅，一開始就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做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你發覺呢個就係彌迦書第2章第1節裏邊，佢講緊佢哋一早就係精密咁計算緊，佢點樣謀害，點樣得到利益。所以你發覺到一開始嘅時候，彌迦就講緊禍哉。我哋話一個禍哉嘅方程式係講緊神喺定罪審判裏邊嘅，一個喺喪禮裏邊講緊嘅一個嘅口吻，即是話咁樣做嘅人必定面對神嘅審判。佢哋以為大權在握，因為一切喺我手裏邊，因為不可一世。但係實際上咧，加速緊你自己面向死亡，加速緊成個社會嘅敗壞。所以你發覺，當先知見到喺個社會裏邊咁多嘅問題、咁多嘅奸惡、咁多嘅掠奪、咁多嘅唔公平，上層社會嘅人享受，中層社會嘅人繼續嘅捱緊嗰個騾仔，低層嘅社會嘅人不斷咁俾人剝削，就係咁嘅社會裏邊，作者睇到一個哀歌，佢就提出一個哀悼嘅思想。佢就揭示咗乜嘢咧？喂，喺呢個嘅喺佢哋咧喺床上就開始圖謀罪孽啦。嗱，係咪一時衝動嚟㗎？佢喺本應係安靜瞓覺嘅時間喺床上嘛，應該話想神嘅律法嘅時間嚟㗎。佢哋唔係諗緊神點樣帶領我，點樣蒙神祝福，點我哋過到一日嘅日子。佢哋諗緊嘅就係我點樣聽日又可以賺更多嘅錢，我點樣可以得到最盡嘅錢，我點樣得到最大嘅利益。佢唔再理人哋點面對嘅生活，佢淨係諗緊我係點樣。所以一種係冷漠無情嘅，係一種係理性嘅，係一種係精密計算嘅，所以唔係衝動。所以你發到醫書咧，佢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好似箴言所講嘅話，惡人係點咧？佢哋若果唔行惡嘅話，就唔得睡覺；唔使人跌倒嘅話咧，睡臥就不安啦。即係諗緊嘅就令到人哋跌倒嘅嘢，跟住佢就講啦，天一亮，佢哋就出去執行啦。嗱，你發覺醫書咧更有嗰個嘅細節嘅，原來喺呢個嘅遠古近東嘅時候，所有嘅司法制度就係朝頭早喺個嘅城門口裏邊有法官，有啲長者喺當中咧嚟施行呢個嘅審判，將一啲唔好嘅、不義嘅嚟解決。所以佢咁樣一天一亮出嚟嘅時候咧，佢預言緊就係話，本應該驅散嗰黑暗嘅，本應驅散啲邪惡嘅，驅散嗰啲不義嘅，唔應該出現嘅嘢。但係現在點咧？而家就係佢哋因為手有能力就行出嚟啦，開始慢慢有個講法就係強權就係真理。我哋成日都講緊，我哋今日有咁大嘅享福係因為我哋努力過。我哋睇唔到有啲人其實佢哋努力過都唔一定得到嗰種嘅改變，佢不斷咁被壓榨。有時候我哋都諗緊就係，如果我哋一出生，我哋就係有錢佬，或者我哋一出生，我哋已經有咁嘅地位，我哋可能我哋同樣嘅，都係身為一個或者係一個身為一個剝削人哋嘅一個咁嘅身份，強權即公理。
所以佢因為手有能力，佢就濫用，無論喺公司裏邊去濫用自己權力，喺職場裏邊去濫用權力，喺官場上邊個個都咁貪噶啦，我唔貪點得咧？係咪？大有大貪，小有小貪嘅啫。所以你發覺到喺佢成個經濟喺咁嘅環境裏邊，佢話卧榻之上裏邊咧，佢哋已經謀緊點樣揾緊嗰種法律漏洞，佢揾緊而家用咩金融工具或者用咩權力嚟攞到我最大嘅利益咧？所以你發覺到，於是你睇緊一個真正內心，或者我咁講，今日對所有人係最大嘅考驗，對你信仰嘅考驗，唔係你翻嚟教會，對信仰嘅考驗，唔係你做緊啲乜嘢嘅工作，往往喺我哋擁有權力去犯罪，而會唔會受到法律制裁嘅咁嘅時間裏邊，你選擇你仍然自我克制，你選擇你仍然去敬畏神咧？唔係用手中嘅無限權力去無限上網咧？所以就講清晨嘅司法嘅諷刺，本應係一個可以係公平、公正、公義嘅時間裏邊，我哋就因為有能力，就算你犯咗錯誤，個社會都唔能夠懲罰於我咁嘅時刻裏邊，你仍然係咪仲願意做一個基督徒咧？你咪願意唔犯錯咧？所以呢個考驗喺你合法去侵佔人哋利益嘅時候，你咪選擇呢啲嘅侵佔咧？所以你見到今日其實好多社會都開始強調，我哋唔使用嗰啲壓榨或者對嘅兒童嘅勞工嘅一啲嘅物品，我唔使用一啲廉價喺當中壓榨啲嘅囚犯嘅用品。所以呢個就因為佢哋壓榨喺裏邊獲利啦。原來我哋參與緊嘅喺個社會裏邊，去到第二節，你就話俾佢哋聽，被撕裂嘅產業同身份，呢個土地根本就唔單止係資本一個嘅問題。第二節就咁講啦，佢哋貪圖田地咧就佔據啦，貪圖房屋咧就奪取啦，佢哋欺壓人就霸佔房屋從產業。原來喺聖經裏邊咧有一個咁嘅觀念，就係聖約嘅神學、土地嘅神學，我哋叫做喺摩西五經就話俾大家聽，原來土地唔係愛嚟呢個做商業買賣投資，唔係一個咁嘅資本。佢話原來土地係屬於神賜俾聖約裏邊，俾每個人，係每個家族嘅財產，係每一個以色列人生存尊嚴嚟嘅。所以你發覺到喺段咁嘅經文裏邊就話俾你聽。按照利未記25章23節嘅禧年嘅法典啊，土地係唔可以永賣嘅，即係你可能好窮，你今日可能你就要出售咗你嘅產業，但按照利未記嘅話咧，地係我嘅，你哋喺我面前客旅係寄居嘅，所以神係嚴禁土地嘅挪移，係避免一啲貪婪嘅鄰舍去霸佔人哋嘅地方。所以睇到呢個係一個共同體嚟嘅，係互相支持嘅，唔係一個剝削嘅地方。當人有需要嘅時候，甚至買咗田產之後咧，按照呢個禧年之後50年之後，佢就要將個田地交還俾人嘅啦，係無條件嘅喎。所以總係一種嘅安全網嘅問題。當時去到第8世紀嘅時候，猶大咧，權貴階層，佢哋要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將一啲平民本應擁有嘅土地，將佢祖傳嘅地方趕晒出去，然後佢哋高利貸咁樣讓啲農民翻嚟，為佢哋種植佢哋嘅農地，用腐敗嘅方法嚟到合法咁使用或者沒收啲咁嘅嘢。嗱，喺聖經裏邊曾經都提過嘅，就係亞哈王同耶洗別掠奪咗拿伯嘅葡萄園。其實今日咧都同樣嘅發生。我記得我有一次有機會咧去到以色列去探訪呢個嘅一啲巴勒斯坦嘅基督徒，去到一個村落同個村長傾偈，佢就話俾我聽，當佢哋喺個地方裏邊其實過咗成2000年裏邊
係信耶穌噶啦，呢個土地都佢哋擁有咗2000年啦。但係當呢個以色列立國喺1948年嘅時候咧，佢就將佢哋土地侵佔咗，攞咗去。所以你發覺喺今日同樣一樣嘢，就沒收土地啦，一個經濟嘅犯罪，對神主權嘅挑戰，去挑戰我哋本應該喺教會裏邊，喺弟兄姊妹裏邊一個共同嘅安全網，一個維繫個社會，係我哋互相協助，讓大家能夠喺個社會裏邊能夠共存嘅一個地方。但係就拆毀咗神俾我哋嘅立約，我哋睇唔到，原來佢係我哋弟兄姊妹，我哋係睇唔到，都有月嘅時候我哋支援佢。今日好多睇就係國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最重要我如何？所以你發覺到，就因為咁嘅情況，佢哋嘅掠奪，佢哋嗰種侵佔，以至到神嘅審判臨到，神嘅精密反擊，去到第3節到第5節嘅時候咧，話神點樣回應呢啲咁嘅人咧？面對啲權貴，佢哋巧取豪奪，喺到第3節嘅時候就咁講啦。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這禍喺你哋頸項上不能解脫，你哋也不能昂首而行，因為這時勢是惡的。所以神喺當中，佢就反擊回應啦。神嘅反擊回應就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乜嘢意思咧？你發覺到呢啲惡人喺床上圖謀，要掠奪其他人嘅時候，神亦都喺說策劃謀害，用一啲災禍，用啲壓迫，用啲困境嚟壓住你。其實新約都類似有咁嘅說話嘅，就係我哋想人哋點對你，你就點對人。當你咁樣去回應人哋嘅時候，當我哋都係等喺你有手有能力嘅時候，你喺床上邊圖謀奪取，仗着自己佢有權勢，你去爭取你自己所有嘅利益，你根本唔理其他人。喺咁嘅情況，神同樣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災禍，用困難，以至到你所得着嘅就冇咗啦。我其實作為牧師，我都見到好多時候，弟兄姊妹佢以為佢唔奉獻，佢以為儲蓄更多。講真，一個罰款你咪唔喺晒度，一個打仗你睇你嘅 super 跌咗一橛啊！神喺說籌劃啊，呢說話，當你籌劃點害人嘅時候，神就喺說籌劃點嚟去審判你啊！展現神嘅公平，用對稱性嘅審判。所以佢哋收穫嘅，佢以為自己係得着嘅，神嘅懲治係用嗰種對佢哋驕傲、對你哋嘅自由嘅審判。所以你發覺到神俾個重壓你，俾個困難你，頂你唔可以再咁自以為是，頂你唔可以再以為自己不可一世啊！所以你發覺到呢處更加深層次佢所講嘅，就係神嘅深層嘅屬靈嘅放逐。喺第2章嘅第4到第5節，聖經咁講嘅，到那日，必有人向你提起悲慘嘅哀歌，諷刺說：我哋全然敗落了，又話將我哋分轉歸別人，何竟使這分離開我們？他將我們嘅田地分悖逆嘅人，所以喺耶和華嘅會中，你必沒有人拈鬮拉準繩。於是就講緊更大嘅諷刺，你曾經無情嘅掠奪其他人嘅嘢，你曾經無情嘅去唔顧嗰啲被人欺壓嘅人，甚至可能我哋同樣嘅欺壓人，我哋覺得我哋有所得着嗰啲咧係我哋應份，無論你嘅配偶，無論你嘅子女，無論你嘅父母。有時候我覺得呢代嘅人越嚟越冇親情，我哋所講嘅係我有幾多利益，所以你發覺到喺樹神就審判佢嘅時候咧，
其他嘅人就為你唱出哀歌。喺第4節嘅話，我哋全然敗落啦，因為耶和華將你所得到嘅份啊，轉俾其他人啦。何況呢個份離開咗我竟使呢個份離開咗我哋，他將我哋嘅田地分俾悖逆嘅人。神親自做財富嘅轉移者，你唔肯願意奉獻俾神嘅，你唔肯用你金錢支援人哋嘅，你唔肯喺金錢裏邊讓你嘅群體得着種健康嘅一個共同嘅群體嘅時候，神就自己親自讓你嘅財富轉移。當亞述同埋未來嘅巴比倫嘅軍隊入侵嘅時候，呢啲貴族唔曾經不擇手段咁攞嘅田地，而家就俾外邦人攞咗啦。於是就講嘅咁嘅事實，就因佢哋不斷咁掠奪人哋嘅土地，神就讓亞述、讓巴比倫嚟掠奪佢哋。所以去到第2章第5節嘅時候，最嚴厲嘅屬靈嘅審判。所以喺耶和華嘅會中，你必沒人拈鬮拉準繩。原來咧喺約書亞時期嘅時候咧，點樣量度個土地幾多咧？土地哋嘅拈鬮拉準繩係咁嘅分配嘅。如果連拉準繩嘅資格都冇嘅話，就即是話你個地唔屬於你啦。喺神永遠嘅產業裏邊，你冇份啦。呢個係屬靈嘅放逐，即係話唔單止你現實生活裏邊，如果當你喺你現實裏邊，你淨係得着你睇到你自己嘅利益，你唔喺當中關心其他人，你唔喺當中願意成為一個共同體，咁願意付出，你淨係覺得全世界都欠緊你，你淨係覺得可以得到我自己應有嘅一份嘅時候，發覺神喺個嘅地面上邊，將你嘅財富自動轉移俾其他人。第4節講嘅，第5節嘅時候唔單止係咁，神就喺屬天嘅財富上邊，你完全冇份，你亦都得唔到天上嘅耶路撒冷。所以你發覺原來最終人嘅財富喺神嘅權柄中分配，你好似得到嘅金錢，你得到嘅財富短暫嘅，神會按照嘅天平重新分配一次，呢個係神嘅分配。所以嘅神嘅精準反擊係乜嘢咧？係一種對稱性嘅審判。喺2章1至2節，當啲惡人喺床上圖謀，仗着手有能力任意妄為、高傲自大嘅時候，貪圖霸佔人嘅田地同房產，但係同時間喺神嘅審判裏邊，神親自嘅籌劃，讓災禍臨到你。神嘅審判係對稱性嘅審判。你對人有幾衰，神對你亦都有幾大嘅審判。你對人有幾唔放過，幾多唔原諒，神就對你掠奪得更多。一個精準面對同等犯罪嘅時候嗰個嘅審判，跟住神咪去套上咗無法掙脫嘅重壓，唔能夠再昂首而行。即是話你嘅傲慢必須終結。你覺得你自己不可一世，你自己可以處理一切。甚至你突然間嘅病倒，突然間嘅失去，濫權者最終都俾人哋剝奪咗佢嘅自由同尊嚴。去到最後嘅時候，財富嘅轉移喺耶和華嘅殿中，永遠失去佢嘅基業。所以主權在神，不義之財神必定奪走，亦都失去咗聖約嘅一份。所以當我哋去到呢個嘅第2章第1到第5節嘅時候咧，佢先提到佢哋嗰種嘅惡人嘅行徑，佢提到神嘅審判，佢講緊個審判係要話俾你聽，弟兄姊妹唔好好似惡人咁圖謀，點樣就係諗緊自己，嘗試好好嘅你聽到神嘅聲音。於是去到呢個嘅第2章第6至到第11節嘅時候，佢問你聽到啲乜咧？聽咗呢5節聖經啦。你聽到係心靈雞湯啊？又聽多場講道，又聽多場主學，又聽多個信息，行咗去之後就作唔記得啊？因為真理嘅警報咧，真實嘅警告咧，係一個對你嚟講，你心靈裏邊一個嘅警惕咧。所以你發覺到喺書佢就再講啦，如果真理變成刺耳嘅滴水聲嘅時候，
佢話唔好再說預言。然後有啲人佢聽到呢個情況之後，佢有負面嘅回應。喺第二章第六同第七，佢第七節就咁講。佢哋話咩啊？你哋唔好再講預言啦，唔好向呢啲人講預言啦，不住地羞辱我哋啦，唔好講啲嘢。雅各家啊，豈可說要個心唔忍耐嗎？這些事是他所行的嗎？我耶和華嘅言語豈不是與行動正義嘅人有益嗎？所以第六節嘅時候，原來回應嘅人有啲係想聽心靈雞湯嘅啫，就係覺得我家庭唔好，你就話俾我聽點安慰我；我工作唔順利，你幫我搵到工作。你唔好話俾我聽我有乜嘢錯，你唔好係照指責我，你唔好俾一啲咁刺耳嘅警告嘅聲音臨到我身上邊。所以啲貴族呢啲咁嘅既有利益者就向彌迦講：你唔好再講咁嘅嘢啦，我唔聽啊！所以想講嘅說話說預言咧，其實咧佢想表達嘅就好似啲水滴落嚟啊，啲甘露滴落嚟啊，本應該嚟講帶俾你滋潤，帶俾你生命裏邊重新得力嘅嘢，同一句說話。但係如果當你唔願意悔改，當你良心麻木，當你罪惡滔天嘅時候，好似好煩嘅滴水聲。我唔想聽到牧師咁講嘢啦，我祈禱唔會再祈禱噶啦，我更加唔想睇聖經，我亦都唔想聽到人哋勸我嘅聲音，因為勸我嘅聲音係一種好煩躁嘅聲音，唔好再羞辱我啦，我就係咁衰噶啦。我哋好少諗到，我係本身無能力係真嘅，但係我哋可以有位神喺處，我哋再度重新踏上。所以彌迦書對你嘅審判嘅信息係一種羞辱，佢拒絕接受承認呢啲禍患臨到佢哋，佢拒絕神同佢哋講說話，因為其實佢就係想聽到假先知講神忍耐寬容充滿憐憫啊，佢想聽呢啲嘢嘅，佢係講緊神點樣安慰我嘅啫。所以我哋好多時限制神要做神嘅工作，我哋就係容許神就愛我，我哋係容許神就俾恩典我哋就係容許神俾呢個嘅慈愛我，但我哋唔接受神對我哋另外一啲更大嘅恩典，指正我哋嘅行為。所以呢事就更加講俾我哋聽，我哋好多時用半真理嘅毒藥，我哋認為我哋就算做到咩階段，我哋點樣表現同神無關，只不過我哋面對人生裏邊呢啲攻擊嘅啫。所以彌迦嘅辯論好強調，佢話我哋以為神係忍耐寬容，我哋拒絕咗神會用審判，呢種你麻木嘅諗法嘅啫，你麻木嘅樂觀嘅咋，唔係你點做法都唔會跌倒嘅，你咪點做法神係唔理嘅，神嘅靈係唔會受限制嘅。所以你發覺到神係嗰種提出一種苦口良藥啊，即係話我哋食落去，我聽落去真係唔舒服，但係你願意悔改喺行動正直嘅人嘅時候，呢個正係一種恩言啊。所以我哋希望弟兄姊妹能夠領受到恩言喺你生活裏邊，有時有啲弟兄姊妹有啲唔好嘅說話，或者啲你唔中意聽嘅說話，呢啲合乎聖經嘅提醒嘅時候，我哋係咪願意聽神嘅說話咧？我哋係咪淨係要求一啲成功神學啊？我哋希望淨係得到祝福。對於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對於我哋認罪悔改自己所做錯嘅嘢，佢對社會有啲嘅唔公平，我哋會唔會回應呢？你有幾耐未試過向神認罪禱告？或者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今日生活都好正常嘅，一切都係咁做嘢㗎啦。你有幾耐未試過背起你嘅十字架跟從主呢？所以當你指責我哋，當你聽到嗰種係財政啊、人際關係啊，我哋唔啱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悔改？抑或唔好再話俾我聽啲嘢，我就係咁噶啦。
好多時候見到弟兄姊妹喺屬靈生命裏邊對神嘅遠離，好多時候見到大家嘅軟弱，有時真係心痛嘅。因為我哋見到我哋有一位大能嘅主，全能嘅神，我哋可以依靠佢噶嘛。你與佢同行嘅時候，我哋再一次過咗一種滿有能力面對難處嘅生活噶嘛。但係追求舒適，佢需求嘅就係我係我。我哋好少聽到神嘅聲音。你知道神話我能夠審判你，當我提你嘅時候，你又唔願意我講，講嘅時候你唔聽。我哋要求一種神只准賜福，不准賜禍嘅一種咁嘅信仰。所以去到第8節到第9節嘅時候，神喺說剝削弱勢群體嘅社會現象裏邊再一次提出嚟。神話俾你聽，我咁審判你都係正確合理嘅，就係因為我哋對呢個社會裏邊嘅剝削，我哋對社會嘅默然，即係嗰種唔回應啊，係因為我哋嘅問題。喺第8節到第9節咁講嘅。然而近來我嘅民興起如仇敵，從那些安然經過不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外衣。你們將我民中嘅婦女從安樂家中趕出，又將我嘅榮耀從佢哋嘅小孩子進行奪去。所以彌迦書指控佢哋而家點解神會咁樣懲治佢哋咧？點解佢哋唔願意聽到神嘅聲音嘅時候，好似認為神喺度指責，寧願唔聽神你嘅預言啦？彌迦指控緊佢哋，就因為呢班咁嘅信神嘅人興起，好似神嘅仇敵一樣，去對抗神嘅說話，對抗神嘅心意。而作為基督徒嘅人，你喺度對抗耶穌基督，喺神嘅立約，因信耶穌基督得救嘅基督徒，彼此嘅踐踏，彼此嘅掠奪，慢慢我哋嘅道德越嚟越唔講啦。好少我再聽到我哋再講基督徒個標準，我哋好少再睇基督徒嗰個要求。於是去睇到嘅就係我哋點樣係睇到個社會嗰種嘅現象。呢種社會現象係乜嘢咧？佢認到當時個社會有3重嘅結構。佢就話啦，第一方面係對於退伍士兵個結構嘅問題。對於退伍軍人，佢有咩回應咧？跟住就對婦女嗰啲寡婦又如何咧？對孩子又如何咧？咁樣樣喺第8節嘅時候，對於嗰啲係退伍軍人有啲無辜啊，或者嗰啲過路人咧，佢咁講嘅係從那些安然經過唔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個外衣。嗱，呢啲可能係一啲戰場歸來嗰啲退伍軍人，或者啱啱路過嘅人。喺個摩西五經裏邊就話啦，凡係呢啲咁嘅人，如果個外衣係貧窮人所擁有嘅，喺日落之前必須要俾翻佢，免得凍死佢哋。呢說所講嘅就係奪去咗佢哋，所以講經濟嘅剝削、基本尊嚴嘅剝削，佢講緊一種生存嘅剝削。跟住對婦女，第9節，佢話你哋將我嘅民嘅婦女從安樂家中趕出。原來當時嘅社會係一個男士嘅社會，如果女士或者寡婦失去咗男士嘅保護嘅時候咧，一個好脆弱嘅群體嚟嘅，佢就失去咗嗰種嘅生存嘅空間。但係呢啲咁嘅人，佢睇唔到人哋嘅軟弱，佢睇唔到嗰啲基層嘅人士，睇唔到啲劏房嘅人士，佢仍然不斷用高利貸、用高壓嘅手段，從佢身上邊無情嘅奪取，佢欠錢嘅。佢虧欠嘅，毀滅咗佢家庭。對於嗰啲孩童，佢又將佢嘅榮耀從佢哋小孩子進行奪去，因為啲細路仔都冇咗家園啦，冇咗土地啦，就失去咗神喺聖約中賜俾佢哋嘅保障同祝福，就成為咗奴隸啦。慢慢佢嘅福祉亦都斷送。所以你發覺到醫書所講嘅呢幾方面嘅罪惡，喺當時社會裏邊剝削人嘅生存嘅空間，讓人冇嗰個幸福，冇咗康樂，更嚴重嘅連尊嚴都冇埋。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時候，我哋都視而為不見。所以呢幾方面好俾我哋反省一下，
我哋又如何面對嗰啲弱勢群呢？有時我哋發覺到，我哋教會大部分而家嘅教會普遍都係中產教會，我哋叫做，我哋好多時候睇唔到嗰啲孤兒寡婦，我哋睇唔到嗰啲貧窮，睇唔到有需要嘅人士，吸毒、弱勢群體等等，我哋唔係好想接觸，更加唔好講嗰啲係呢個嘅同性戀者。慢慢我哋將嗰啲邊緣嘅人士趕離開教會，視而不見，甚至唔支持咁公義嘅社會制度。我哋甚至參與嗰種剝削。喺咁嘅情況裏邊，呢班人就係神嘅神敵，呢班人就係攻擊神嘅。會唔會喺你生命裏邊都係咁攻擊緊神呢？跟住去到第10節，有虛假嘅安息與污穢嘅土地。第10節話：你哋起來去吧，這不是你哋安息之所啊！因為污穢使人毀滅，而且大大毀滅啊！污穢使人毀滅，所以虛假嘅安息，佢呢書講緊嘅就係話咧，土地同安息係息息相關嘅。原來，所以你見到特別喺古代嘅時間，迦南人佢哋係個讓個土地會有安息，到幾年之後種植咗之後，佢要俾嗰個土地休息1年，唔再種嘢，佢有安息。因為知道所有嘅土地都係神賜予嘅，所以連土地都要安息。所以對群體裏邊對神係完全忠誠嘅。咁樣嘅話，如果呢啲土地喺個地方裏邊會有啲流無辜人嘅血，或者掠奪，或者我哋視而不見嘅弱勢群體，社會裏邊嘅不公，我哋犯罪得罪神嘅時候，我哋唔悔改嘅話，嗰種就係污穢。若果污穢，佢就話你而家安息嘅地方都唔可以安息，佢在呢個地方都唔可以成為你嘅庇護所，因為神要將佢嘅居民從呢啲地方裏邊吐出嚟。所以當一個地方裏邊如果冇咗公義，一個地方裏邊冇咗嗰種嘅接納，冇種赦免，無論係地方，無論係教會，無論係土地，神都要將人從呢個地方趕出去。所以喺教會裏邊好多時候我哋覺得神一定祝福。你睇以色列嘅土地，當時佢哋就算係神嘅子民嘅時候，佢哋唔喺神嘅心裏邊，神差派個亞述，差派個巴比倫，將佢哋從佢嘅地方裏邊趕逐出嚟。唔好以為有個嘅安息，有個舒服，有個呢個咁嘅情況，應該係虛假嘅啫。一個污穢嘅土地裏邊，神必定將你趕出嚟。既然係咁嘅時候，你發覺到佢再講2章11節。佢就話俾我聽，屬靈生命或者喺個靈性上邊嘅麻木啊！我哋只係一種消費主義嘅宗教，一種酒精嘅宣教宗教。第11節就話俾佢聽，若有人心存虛假，用謊言咁講，我要向你哋預言，得清酒和濃酒，那人必作這民嘅先知。嗱，你發覺到原來咧，清酒和濃酒咧，象徵乜咧？就象徵我哋觀感上邊嗰種享受，觀感上面嗰種得着放縱啊，嗰種開心迎合嘅口味喺物質裏邊嘅豐富，所以用清酒濃酒嚟表示嗰啲假先知話俾你聽冇問題嘅，你做基督徒咁樣行活係咁樣生活係得嘅。所以心存虛假用謊言說話嘅人，佢就話俾大家聽冇事嘅，你咁做你繼續啦。啊，神繼續賜恩嘅，因為我哋而家喺教會裏邊，你可以視而不見嘅，你都唔需要擔心神嘅懲罰嘅，你仍然可以享受你而家嗰種享樂，無論係家庭，無論係社會，無論係工作。所以你發覺到係咪符合真理咧？教會係咪符合神嘅心意咧？唔係睇佢係咪提供情緒價值，唔係睇你開心與唔開心。但好多時候而家嘅今日教會係一種消費主義嘅宗教，我奉獻，我服侍，我就要攞到你俾我個情緒價值。我唔係諗住嚟受苦，我哋唔係諗住嚟付代價。我真係諗緊一種情況就係我點樣得到祝福。呢個就係今日最大嘅問題。
嗰種我哋以為冇問題，我哋就淨係所攞咗嗰種清酒與濃酒，係麻木嘅樂觀、麻木嘅享受、麻醉自己係一種成功神學。我又今日受到神嘅祝福啦，我有恩典啦。你諗清楚，你係咪跟隨緊你自己嘅個人嘅感覺，覺得神賜福俾你，冇挑戰到你嘅私人兩個字私欲，冇挑戰到你喺當中係咪行緊神嘅心意，行公義，冇挑戰緊你自己喺當中點樣去回應神嘅心意，擺上你自己。啲先知警告嘅時候，佢就係講一啲人中意聽嘅說話，順意嘅說話。於是神就任憑佢哋亂立一通，一個好強烈嘅審判。所以真理唔係在於你中唔中意，你舒唔舒服，真係在於係咪神嘅心意，係咪帶嚟教會嘅聖潔、公義。所以弟兄姊妹，清酒同濃酒係我哋放縱自己嘅象徵。惡性嘅循環唔係符合情緒嘅價值，而係要符合真理嘅價值。唔好麻木以為自己而家都 OK 啊，唔 OK 噶，唔好以為自己冇問題啊，原來係好大嘅問題嘅。所以就再繼續睇呢個嘅第12同第13節，佢終極嘅盼望啦。因為你見到喺段經文裏邊一開始就講緊佢哋人生生活裏邊所籌措嘅係我點生活，佢人生生活裏邊籌措嘅佢所諗緊嘅係我點樣得着最多。喺咁嘅情況裏邊，佢哋聽唔到神嘅聲音。喺咁嘅裏邊，神反擊佢哋，神同樣讓你得着嘅失去，讓你所揾到嘅完全冇晒。喺咁嘅情況裏邊，我都唔知道死啊！去到第2章第6節嘅時候都唔知道死。有人提醒嘅時候，寧願話俾佢聽，你唔好再講啦。啊，你咁講羞辱緊我㗎。所以於是嘅情況就係我哋限制緊神喺個嗰個框架裏邊，神只准賜福俾我。而現實個社會裏邊，孤兒寡婦、流浪者，喺啲都係神最睇重嘅。原來神睇重嘅係人嘅尊嚴、人嘅生存、人嗰種被建立與尊重，呢個先係神所看重嘅嘢。如果當我哋忽略咗對呢個社會公義嘅提醒，或者係一個正面嘅回應嘅時候，神就將以色列人從呢個土地裏面趕出去。好可惜，喺第11節嘅時候都講緊，我哋仍然沉醉緊喺嗰種消費主義嘅宗教，我哋仍然沉醉喺嗰種我認為都可以啦嗰咁嘅情況。去到第12、13節嘅時候，神話俾佢哋聽，終極嘅希望係呼求嗰位開路者。喺第一方面，喺2章12節，聖經咁講：雅各家啊，我不要聚集你哋，不要招聚以色列剩下嘅人，安置在一處。而波斯拉嘅羊，如草場上嘅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喺個咁嘅絕望黑暗審判之後，神嚟到第12節，發出一個恩典嘅說話。呢個恩典在於神嘅審判，神對你嘅攻擊唔係永遠嘅終局。神嘅審判係會停止，神嘅慈愛與佢嘅信實係作為一個最大嘅救恩，臨到你身邊。所以一個好強烈嘅一個愚民神學嘅觀念，神宣布，雖然好多人因為罪惡面臨死亡，但係神作為嗰個大嘅牧人，如果嗰啲喺咁嘅試煉裏邊仍然生存，喺咁嘅試煉裏邊仍然專心跟從主，咩意思叫專心跟從主咧？跟從主咧，係你願意尊重人哋、赦免人哋、建立別人，讓人得着嗰種嘅生命嘅價值。咁樣嘅話，神要招聚咗剩下嘅人
喺當中作佢嘅子民。原來唔係所有以色列民都同樣得到嗰種嘅救恩，即係餘民，最就剩翻落嚟喺生命裏邊願意跟從主嘅說話而行，聽到就悔改去認罪嘅人。於是講緊波斯拉嘅羊群，其實係講緊苦難中嘅守護。波斯拉喺希伯來文裏邊好有豐富嘅意思嘅，就係講喺以東地裏邊一個城池 Petra 咧係被圍困嘅時候咧，神仍然俾一個百姓提供個保護所啊，即係話咧呢個地方係乜嘢嘅地方咧？係一個安穩喺堅固城牆裏邊唔會受侵擾嘅地方。呢個 Petra 城教會，我哋教會名就係採取呢個 Petra 呢個字嘅。Petra 好多時候咧係講磐石。其實當我改呢個教會嘅名嘅時候咧，更重嘅就喺個以東嘅地裏邊，佢哋嘅首都當時就係一個嘅 Petra 城堡，彼得拉城，要行一條好深嘅巷仔先入到去嘅，好安全嘅，都好保障嘅，因為唔會俾人攻擊到嘅。其實用咁嘅寓意裏邊就話喺咁嘅地方裏邊就好似嘅依住喺裏邊嘅羊群啊，有神嘅保護，無論佢幾艱難幾困境。面對喺個地社會裏邊打仗、物價提升、利息增加都好啦，神仍然係我哋嘅牧羊人，神仍然要將我哋揾翻嚟，保護喺佢身邊，俾我哋嘅生命。所以圈 Y 嗰時喺樹咧，係表示咗種生命力，大家一種雀躍感喺樹。神要將佢嘅餘民招聚翻嚟，讓佢哋有雀躍感，係讓嗰啲很願意跟從主嘅悔改嘅嗰啲人跟從。所以呢個係苦難中嘅保守，俾我哋今日好多嘅安慰嘅。其實弟兄姊妹唔好淨係喺嗰種生命裏邊，只係自己中意聽嘅說話裏邊，唔好指責人哋。當有難聽嘅說話嘅時候，都可能係神對你嘅聲音。喺教會裏邊，喺其他地方裏邊，唔係淨係就住你自己嘅，唔好喺一個消費者咁樣翻嚟教會。呢個冇嘅，我就去第樹。係我哋嚟到呢樹嘅時候，就想建立神嘅家，係要大家一齊付出嘅。面對病，面對職場，面對家庭，面對財源，神都一一嘅幫我哋揾翻我哋，讓我哋能夠再重新有生命力。需要嘅係你做一樣嘢，成為神喺天國裏邊唔放棄嘅跟從主嘅餘民。所以去到總結第13節嘅時候，跟從嗰位神聖嘅領導者，我哋就可以得啦。呢段聖經就話：開路的在他們前邊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佢哋嘅王喺前邊行，要話引導他們啊。原來喺度想講俾我哋聽嘅就係成段經文第2章嘅高潮，喺聖經裏邊講緊彌賽亞嘅預言，就係嗰位開路者係耶穌基督。原來就話俾你聽啦，我哋有突破嘅，我哋被困喺個難處困境嘅時候咧，原來有一位開路者帶領我哋出翻嚟嘅。所以我哋喺聖經新約聖經都同樣咁話俾你聽。如果我哋面對所有困境嘅時候，神一定開套門，開個窗，讓你出得翻嚟，唔會將你困死嘅。所以先知嘅預言裏邊喺樹，同樣就話俾佢聽，甚至上好似呢個嘅亞述、巴比倫嘅流亡等等嘅絕境，完全冇去路都好啦。神作為一個開路者，耶穌基督以為開路者，佢以勢不可擋嘅力量粉碎所有嘅銅牆鐵壁。為咗你嘅緣故，為你開條血路，所以個耶穌基督最完美嘅代表。所以聖經裏邊就係佢嘅王喺你前邊行，耶和華引導佢哋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就原來喺最後嘅經文裏邊，唔單止話我哋作為我哋願意堅守神嘅說話嘅時候，神帶我哋能夠穩坐喺個嘅皮特拉城當中，堅固保障。
而我哋點樣行到呢個地方裏邊咧？係神願意成為個開路者帶領你，係耶和華係嗰位牧羊人，係個君王，亦都統帥喺你前頭帶你而行，用得勝嘅身份、得勝嘅角度嚟帶你前行。就好似今日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受死復活，為咗你嘅緣故，將你帶到神面前，呢個好重嘅突破。喺你仍然軟弱、失望、跌倒，只要你唔放棄，要話俾神聽，我願意跟從主啊，神就帶領你去到神嘅面前。所以喺困難裏邊，特別係對第12到13節，佢就話俾你聽，喺你生活、婚姻或者侍奉裏邊覺得四面楚歌、無路可退嘅時候，唔好折磨。神係開路者，神能夠幫你打破你困境，神能夠幫你解決你枷鎖，神係打破嗰絕望嘅牆。你向呢位開路者，我哋耶穌基督禱告，一定可以開一條出路俾你。所以而家唯一欠嘅就係你肯唔肯去跟隨主。你欠嘅係你係咪願意嘅尋找一位開路者，勇敢嘅去到嘅面前，讓佢帶領你。所以你發覺到喺段聖經裏邊，我哋睇到咁嘅思想。喺第一章同第二章1到11節嘅時候，開始講緊神降臨喺高處，或者係我哋睇到當我哋喺呢個嘅籌劃災禍、驅趕污穢嘅時候，就成為佢哋嘅牧羊人，成為開路者。審判唔係終局，神嘅慈愛憐憫係所有絕望嘅一個出路。而你發覺百姓嘅處境係佢哋失去咗產業，受人剝削，生活好困境，生活好艱難。但係神應許嗰剩下嘅餘民必定喺波斯拉嘅羊圈得着保守。困難苦難係有嘅，但係亦都有煉淨嘅作用，讓嗰啲仍然忠心唔放低自己，仍然作為一個基督徒嘅人，得到神嘅引領。當我哋被逼離開我哋嘅地方，起來去吧，失去咗我哋嘅安息嘅時候，神親自嘅讓你復興，親自嘅帶領你。所以最後嘅時候，我想咁講嘅，彌迦書第2章嘅核心係讓我哋知道喺社會裏邊對人哋嗰種嘅殘忍，宗教上邊對神嘅抗拒，呢兩樣嘢我哋要小心。即是話喺信仰裏邊，我哋需要識得關心人；喺信仰裏邊，我哋需要嘅係成為一個共同嘅互相幫助嘅群體。喺宗教信仰上邊，聽到神嘅聲音就好會行啦。所以呢處講緊嘅話俾你聽，神係嗰位公義嘅法官，佢亦都係嗰位招罪者，開領我哋嘅道路，嗰位開路者。所以喺現實生活裏邊，我哋睇到3個好重要嘅地方，我哋要重思考我哋重新嘅工作。你所做嘅嘢係咪以你自己個人嘅成功，以你嘅利益作為標準呢？係咪喺算剝削其他人呢？嘗試停止係當中點樣謀算，淨係我點樣得到佢嘅利益？多啲嘅時間思想點樣可以行公義、好憐憫、關心其他嘅人。第二方面，拒絕嗰種虛假，拒絕嗰種情緒，就係講住嗰種我 happy、我開心，而勇敢擁抱個十字架嘅真理，背負神嘅道路，更加緊緊嘅跟隨耶穌基督嗰位破局者。喺面臨所有困境嘅時候，我哋唔失去信心，我哋仍然昂首嘅係踏向前路，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嘅神與你同在。所以挑戰1，好好反省自己，檢討自己係咪我哋以自己嘅私人嘅利益作為一切？我哋要好反省，我哋係咪麻木咁樂觀，淨係喺個麻醉喺我哋所享受嘅嘢裏邊？我哋要知道我哋有冇跟從主，面對我哋所有困境嘅時候，我哋仍然奮力嘅前行咧。所以最後嘅時候，我哋從呢段經文裏邊，我想弟兄姊妹真正嘅自我檢討。
自我嘅審查，你今日嘅生活係真係一種關懷弱勢群體，關懷自己屬靈生命，因為只係諗緊喺我自己嘅工作，諗緊自己得益咧。你自己係聽到神嘅聲音，只係想聽一啲你想聽嘅說話咧。當你條路走唔通嘅時候，你願意跟從主啊，就係喺度唉聲嘆氣啦。弟兄姊妹，2章13節咁講嘅，開路嘅喺佢面前上去，佢哋嘅王喺前邊行，又引導佢哋。我都想神親自引導你，喺低頭我哋祈禱。七日慈悲嘅主，我哋喺你面前，我仰望禱告你，要神你親自嘅幫助帶領我哋，讓我哋緊緊嘅跟從主。我哋咁樣仰望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